美伊首輪會談釋放咗積極嘅訊號，美國解除對伊石油制裁，油價重創至74美元，金價反彈至4192美元。各位朋友，我係 Mini， 歡迎嚟到極致快訊，嚟睇睇琴晚到今朝關鍵動態。先睇國際要聞，美伊首輪高級別會談喺瑞士結束，卡塔爾同埋巴基斯坦聯合聲明顯示，各方同意60日內達成最終協議路線圖。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會談已經為最終嘅協議奠定咗良好嘅基礎。美國財政部就批准咗伊朗石油同埋石化產品出口嘅通用許可證，有效期就至8月21號。美方發放咗60日嘅臨時許可，放鬆咗對伊石油制裁。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嘅管理絕對唔會翻返去戰前嘅狀態，將按照伊朗制定嘅機制由伊朗進行管理。美伊同意設立協調中心同埋開通熱線，用於處理船隻出現嘅問題同埋突發事件。特朗普就社交媒體發文話，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將同意接受大規模武器核查，以確保未來長期保持核誠信。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啦，伊朗同埋國際原子能機構嘅合作將遵循呢個現行嘅機制同埋伊朗相關嘅法律決定。另外啦，英國首相斯塔默宣布辭職，芝商所平台發生咗連接中斷，交易受到咗擾動，美日盤中異動。據知就係美日財長舉行咗緊急線上會議，市場正喺度關注本周四將公布嘅核心 PCE 數據。油價方面，周日油價高開低走 ，WTI 原油收跌2.28%至74.69美元一桶，布倫特原油就收跌3.4%到77.69美元一桶。兩艘載有近200萬桶原油嘅油輪當日就順利通航，海峽航運擔憂隨之緩解。金屬方面啦，現貨黃金自從一周低位回升，盤中一度觸及4220美元嘅關口，最終就收漲0.88%，報4192.3毫3美元一盎司。現貨白銀就收漲0.4%，報65.1毫美元一盎司。美伊和平談判就取得進展，推動咗油價下跌，緩解咗部分嘅通脹擔憂，對金價構成咗支撐。總結一下，美伊瑞士首輪會談達成咗60日嘅路線圖，美國解除咗對伊石油制裁，油價重創至74美元，金價反彈至4192美元。各位朋友，金價反彈至4192美元係企穩信號啊，定係曇花一現？歡迎嚟到評論區留言，記得點讚同關注，我哋下期見，拜拜。